呢個係最近深圳嘅惠州樓盤，屋苑有一部分嘅地直接屬於深圳，2.7公里去到深圳3號線6年地鐵站，25分鐘返到龍崗中心城。呢個都係惠陽賣得最貴嘅盤，高峰時期23000一個方，而家3萬首期輕鬆上會。屋苑配套齊全，交通方便，而家仲係帶精裝交樓嘅現樓，跟住鏡頭一齊去睇樓。入嚟你屋企啦，100方3房2廁嘅設計，電子門鎖、裝甲門都係發展商嘅交樓標準。發展商仲做好一排嘅鞋櫃送俾你哋。呢邊嘅飄窗台全部都係贈送面積，剝咗佢之後呢，佢成個通風採光會更加好嘅。廚房所見所得，牆磚、地磚都做好咗美縫嘅，3件套咧都係美的嘅品牌喎。櫥櫃就係而家見到嘅顏色啦。呢邊預留咗雙開門嘅雪櫃位，交樓呢邊都係有做好推拉門嘅。嚟到客廳有5.8米大橫廳嘅設計，100方有咁闊嘅廳好難得。咁橫廳設計戶型使用率會更加高，冇任何嘅浪費空間，仲可以做到前後南北通。出嚟露台有7.8米，好長，空間好大，可以擺張梳化喺度飲下茶、睇下書，或者種啲自己中意嘅花花草草，都係好開心嘅。望出去就係別墅景啦。高啲樓層望出去嘅視野會更加開闊，仲可以望到山景。咁屋苑嘅環境都好好，有1.6萬方嘅湖景，1.8萬方嘅風情花谷，仲有26萬方嘅商業街。樓下有肯德基、麥當勞、華潤超市、萬達戲院以及星巴克，可以滿足到日常嘅購物需求。咁有幼稚園，都有我哋嘅華中師範附屬學校。咁如果唔想要帶裝修咧，都可以選擇毛坯交樓㗎。咁嚟到第2間房啦，咁成個空間咧有8.5個方，飄窗台全部都係贈送嘅面積，可以剝咗佢嘅。咁入到嚟呢邊咧就係我哋嘅主人房啦，套廁嘅設計，座廁咧就係科樂嘅品牌，洗手盆咧就係高儀嘅。咁成個主人房嘅空間咧有17.5個方，好似飄窗台咧呢邊剝咗佢之後，仲可以做到一個全景嘅落地玻璃窗，咁成個房嘅空間咧會更加大，而且咧通風採光會更加好。咁除咗呢個戶型咧，仲有96方可以做到3房2廁嘅設計。如果想嚟到現場睇睇，記得聯絡蓉蓉啦，關注蓉蓉買樓更輕鬆。下期見，拜拜。